就有信心。咱所听见的，有甚物人相信啦？耶和华会伸手办甚物人显现啦？因为伊要亲像剪剪的影，也要亲像棍发出伫大地，对亚西的树头要发一支影，对伊的棍所生的枝要结果子。这就是万军的耶和华所讲的。这就是我迄个称作树枝的仆人，伊要对伊的拳头发出来，伊要去做我的教会。